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喺出席08年奧運歡樂跑活動時表示，8月份喺香港協辦嘅奧運馬術比賽，當局暫時冇調高恐怖襲擊嘅風險評級，相信香港會做好保安工作，有能力辦好馬術比賽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呢個歷史上第一次我哋係辦奧運嘅，咁大家知道咧就保安都係一個最重要環節嘅。咁我諗我哋已經檢討過啦，咁大家國際委會對我哋呢方面都覺得工作做得幾好。另外，霍震霆呼籲市民全程投入支持協辦馬術賽，令到嚟香港嘅外賓同傳媒對香港留下好嘅印象。港協暨奧委會星期日朝早喺灣仔運動場舉行08年奧運歡樂跑，吸引超過4000人同埋8隊工商機構隊伍參加，表達對香港運動員迎戰北京奧運嘅支持。ONTV 記者周文妮報道。